有人講標子不出門，點解叫做不出門呢？就以前嚟講，嗰個師傅認為嗰個徒弟未學滿功夫，未學足功夫，即係話未夠料啦，佢就唔會教佢標字嘅。即係話等到嗰個徒弟已經學得八八九九啦，佢有能力自己出去獨立門戶，設本授徒啦，至到嗰個時候先至將標字教俾嗰個徒弟。因此以前嗰個師傅啊，嗰個詠春師傅夠唔夠料呢？就標誌着佢會唔會玩嗰套標字啊。因此就叫做標子不出。